来看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一姓考的教练，顶个月载学生去训练过程中发生车祸，受伤真严重，佮昏迷。加在经过抢救已经豆豆恢复健康了。嘉义县甲台南市即嘛规定讲，体育教练袂使兼做司机哦。家长嘛望讲，会当有制度来减轻教练的负担。 病人豆豆行出病房，虽然行的速度有较慢，不过对家属来讲已经是一个好的消息。这个患者就是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34岁柯教练，8月份带队去高雄一日棒球场异地训练，回程线发生车祸，头壳受伤真严重，经过1个月治疗，教练这阵有寡记忆拢袂记起。家属出来讲，因囝治疗的过程，讲甲后甜目眶红。这段时间我们的心路历程一定是很痛苦的。首先就是感谢奇美。 嘉义奇美医院的医疗团队，还有所有的医护人员的照顾协助。目前说话的部分有比较迟缓，然后有些人跟有些事情都还是忘记了，还是想不起来。讲话上就是对于这种句子的部分会比较没办法成句子，还是短短的这样子啊。不过是持续有在进步的部分。迄阵柯教练走到病院是重度昏迷，伤势包括大面积头壳离开、头壳骨断去、头壳遐出血。迄阵手术室人工真欠，经过病院团队赶紧协调，敲出一间手术室，因用几啊点钟来处理，甲经血清掉，嘛甲喙齿的骨头提掉，兼控制脑压，增加在人有愈来愈好。可能就是真的他受伤的范围，真的是避开了那些比较神经功能比较重要的部分。就运气的部分来讲，我是觉得应该是头骨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。当然因为脑部是很脆弱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其实也没办法确认说，到底后续他的那个出血。 续发性出血会怎么样？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用药物跟手术去控制这样子。这单车祸代志就是教练兼赛车，随后嘉义县甲台南市拢下令以后，体育团队教练袂使搁兼做司机，改请专业司机来接送。家属嘛讲，教练有影真辛苦，希望未来制度嘛通落实改善，互学生教练伫运动安全拢有更加好的保障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